可唔可以應承我唔好再掉走啲蝦頭啦？最多今日教你整一個蝦頭龍湯意粉。大家好，我係腐乳，但係你今日可以叫我做蝦仁。首先係個鑊度加紅蔥頭同埋蒜頭炒香佢，之後再加辣椒粉同埋嘅高都係炒香佢，然後落蝦頭炒20分鐘到，然後加埋上集炸蝦頭油嘅蝦，之後加水俾佢滾25分鐘左右，滾到啲蝦湯變咗橙色，就可以倒入一個攪拌機度攪佢。趁依家同大家賣個關子，嚟緊我會連續煮30道健康餐系列，唔想錯過嘅記住 follow 我啦。話咁快蝦湯已經攪爛晒，我哋而家倒佢出嚟隔渣。呢個步驟記住即刻做，如果唔係浸得耐呢，就會開始有苦味噶啦。用盡你嘅所有方法將蝦湯隔咗出嚟，就可以將佢煲滾，然後煲到佢結身呢，就可以擺埋一邊備用。煮意粉嚟講，通常會比包裝上面嘅時間煮少2分鐘，之後準備一啲蒜片，輕輕煎香佢，之後再落蝦，煎到佢哋兩邊都變色。話說大家減肥最想食到嘅係咩呢？可以留言話俾我知，我幫你哋將佢變咗健康餐。煎完啲蝦夾出嚟之後，就可以落2斤蝦湯，然後就落我哋嘅意粉，兜勻佢，落啲檸檬汁，再落啲意粉水，再落翻啲蝦，之後最後落少少魚露，再兜勻佢。最後一個部分就係最有儀式感嘅擺盤，我係完全冇概念嘅，不過今次都算擺得唔錯啦。極濃蝦鮮味嘅龍蝦，係蝦頭意粉已經完成。中意呢條片嘅 follow 我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